今日咧踩呢個鞋身咧就係 Icon 嘅新出 Action 系列，咁就係可以俾你幾個用途啊！呢對鞋咧係專係針對喺唔同嘅用途裏邊咧去優化咗啦。咁你係可以，譬如踩街嘅時候咧，佢嗰塊超厚防震 gel 就係可以有一個好有效嘅吸震效果啦。咁你個鞋身咧，佢唔係一味死硬，如果死硬咧，你又玩唔到，即係關嘢就好辛苦咯。咁啊佢係嗰個軟硬度咧係好適中啊，唔會太硬，唔會太腍。最重要咧就係咧，佢係個級可以校，唔單止校高低啊，係可以校前後，一個梅花頭嘅形狀啦，就可以俾你咧多角度調校你嗰個級啦，可以高低前後咁樣調校。咁啊係呢啲特技鞋裏邊嚟講咧係首次一個設計啊。仲有咧最緊要就係佢有跟唔同嘅 adapter 啦，你特技鞋本身係 UFS mount 啦，咁你如果裝 Trinity， 佢有 Trinity嘅 adapter 啦，亦都係有65嘅 adapter。好似我今日咁樣咧，就係用緊165 4x81 NS 最適合踩街嘅一個微膠架。咁樣一個配搭咧，今日我主要係踩街咧，非常之適合啊！我踩咁震嘅地咧，其實係完全個震感係冇咁明顯啦，唔單止係冇明顯，係直頭係減輕咗好多啊！你嗰個公園咧，本來地下就係啲震磚啊，好唔舒服嘅其實啊。OK， 咁就因為我用咗4個81啦，長嘅 NS 架啦，咁啊踩上嚟咧震感咧冇咁明顯。咁同埋咧個 boot 本身咧個承托性咧非常之正，但係咧最高嗰個級我可以校唔同角度，變咗咧我可以咧係壓啲細彎壓得深啲啦，咁變咗咧係可以好高速之餘咧，因為個架長啊嘛，好高速咯直路，但係又有好好嘅一個壓彎嘅時候嗰個靈活性，可以壓到好低，所以佢係集合咗咧唔同鞋身、唔同鞋架嘅嗰個優點。